好啦，去咗民生文具啦，呢間鋪頭啦。咁究竟裏邊有啲乜嘢係值得介紹俾大家買呢？或者大家入到嚟係真係可以買到啲乜嘢呢？而家就跟我入去睇。嗱，首先咧門口咧擺咗好多波仔啦，小朋友去到沙灘就必玩啦，你話係咪先？好抵嘅，因為咧而家咧所有產品咧，全部鋪頭見到嘅嘢咧都會有8折優惠嘅。始終文具店款式多，所以我會分區介紹俾大家嘅。首先介紹俾大家咧就有學生區，紅藍黑圓紙筆、Casio 計算機、追星簽名筆、塗改液擦膠、萬字夾等等啊，都貨源充足㗎。圓規啦，三角尺啦。Side angle si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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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係呢啲啦 ，angle side an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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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de。好，美術區就連啦，我細個用開嗰隻咁嘅雙頭顏色筆啦，呢度都有得賣啊。跟住就有白膠漿、膠剪、油彩、毛筆、畫筆、閃粉，連啊呢個最專用嘅雕刻刀啊、油彩盒啊、墨盒啊，眼見睇啲貨量都勁多㗎嚇。體育區。哇！排球啊、籃球啊、乒乓波、羽毛球拍、羽毛球啊之類嘅產品呢，聽老闆娘講呢，而家貨量唔多㗎啦，要買就趁手啦。文具嘢，你平時去啲文具鋪依度都會有嘅，但係呢就盡快啦，因為呢去到5月15號呢，就呢一度呢民生文具呢就會光榮結業啦，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喺15號之前，或者我條片一出街之後呢，就馬上趕過嚟呢，就幫襯下，因為元朗其實呢，喺個 group 嗰度呢 Facebook 個 group 咧叫做盡在元朗嘅 group 裏邊呢，其實已經係有 share 過啦，已經頭先聽老闆講好多網友都好熱心咁樣過嚟幫襯啊，買好多嘢走啦，就希望大家住喺九龍啊、香港嗰邊嘅朋友啊，就睇完條片就盡快入嚟幫襯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嗰邊就唔使啦，因為嗰邊嗰啲嘢呢。